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文学，聊一聊文字游戏，聊一聊刀比例它的功力。但是这次不是聊《三国演义》，不是聊这个历史，咱们四大名著。我们这次聊的是印度。我们经常聊这个四大名著，聊的是国内的传统的这种国学或者文学比较多。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看一看，领略一下印度文学高深精妙之处，印度的刀比例，他们是怎么样把文字游戏发挥到极致的。所以我们看看印度，希望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我们主要是学习印度文学，人家也很厉害。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印度的官方发了一个通报，那可以说这个就相当的这个有文学价值。这个通报的名字叫孟买通报体育局干部占车位事件，这个是孟买发布他的官方账号发的情况通报，说近日孟买市体育局干部帕特尔占用他人车位引发纠纷，对此孟买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纪检监察、警察局、体育局、属地街道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这个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实际上很多事情比较巧合。经常有人把李逵和李鬼分不清，有人老是问我是不是亡国散人，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做过多联想，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帕特尔个人情况，帕特尔女，1995年8月出生，户籍地孟买市塔纳区卡瓦尔街道雷迪路社区什么什么组，租住在孟买市安德里区德丰小区 A 区商业楼。介绍帕特尔的工作经历，那工作经历相当的完善。2017年9月至2019年6月任孟买市普纳杰湖乡人民政府科员。2019年6月至2023年4月任孟买市普纳杰湖乡人民政府1级科员。2023年4月通过孟买市市直机关公开遴选考入孟买市体育局。大家不要过多联想，这个确实实际上就是这么神奇不要对号入座。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任孟买市体育局产业处1级官员科员。2024年4月至2024年9月任孟买市体育局产业处4级主任科员。2024年9月任孟买市体育局产业处副处长，乡科级副职，那就是乡长呗。乡科级我不太了解，印度的那个官职我不太懂，那大概就是科级。副职什么意思？就是三个副的，比如你什么处，处长是副处级，副处长是科级，所以叫科级副职。你看副处长他级别是副的，但是他级别他是科级，你知道吧？应该这么理解。印度那官职咱也整不明白，大家就理解。就是印度政府官方他的通报意思就是帕特尔那履历那相当的完善，都是考的，都是通过自己努力。你看还公开遴选，他也就是说稍微快了点，没控制好，但是程序都没问题。那你看这履历对吧？在2年以后就是1级科员，17年进去的是普通的为印度人民服务，2年以后就是1级科员，在4年不到人家就直接去了孟买市体育局遴选的。我记得有一次咱们介绍过一个什么印度乡镇基层公务员之死是吧？那小伙他的理想就是5年以后遴选是吧？好像也是这个孟买，这么巧，我有印象，那里面就介绍他5年以后要遴选去市里面。那我原来答案在这儿，是不是要学帕特尔是吗？你看帕特尔就这样的，你看从乡镇干5年，17年、23年遴选去的，6年不到5年多，你看看，原来答案在这儿。好，5年以后他是相当于平调遴选进入孟买体育局，还是1级科员，就相当于没升，但是1年以后就立即变成4级主任科员，这感觉好像路是铺好的是吗？去了那儿1年之后马上就升4级主任科员。好，主任科员当了主任科员只干了5个月，4级主任科员5个月之后就是乡科级副职副处长。这个怎么说？这个唯一的瑕疵就是美中不足的速度有点快，其他没任何毛病。有人就说了，那肯定是上快车道能不快吗？快车道慢了那就是罪过。这么说也有道理，关键后面是经审核帕特尔选拔任用程序规范，你看看资格条件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提拔情况，稍微快了点，但是没违规。这高速公路上写了120，咱们跑120，虽然快的没违规，你们都是80速度在跑，
那80了120，那你们都是80跑，那你这有人是120，所以不存在违规情况。帕特尔父母均为孟买市企业普通下岗职工。看看这句话点睛之笔，也就是一个青年励志形象在我们的脑海里面马上就生出来。你看看，父母是普通的下岗职工，他通过自己努力，1步2个脚印，已经干到乡长、科级干部了，他才31岁。好，第二部分纠纷情况，我想呢，这么好的一个官员，这么好的一个苗子，程序没有一点问题，那肯定很优秀，升得很快。你是80，人家120的速度，走单线，对吧？都是合规的。你为什么走单线？肯定是吧？非常优秀的干部居然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看了之后我非常生气。我就感觉有人要迫害这名优秀的印度干部，我义愤填膺。看后面，6月30日21时40分。帕特尔驾驶红色本田轿车从小区 A 区岗亭西门登记了，你看老多登记手法，登记进入地下停车场，人家都没有直接说怎么着，登记进入地下停车场，是不是一下就好感，是吧？这个真正的印度的公仆。21时45分，这9点45晚上，帕特尔将车停入小区 A 区商业楼负1层某某车位。括弧业主这个米什拉和音还挺相似的是吧？随即返回家中休息。你看公仆很累了，晚上9点45是吧？你想肯定是加班啊，为了印度人民那是鞠躬尽瘁，那什么死而后已，蜡烛成灰是吧？泪始干是吧？那晚上9点45才回来，那肯定很累了是吧？把车停入一个停车位，停入马上就回去休息。确实是操劳的，牛马都6点下班，你说对吧？那印度的这干部都晚上10点才到家，我不禁心疼3秒钟。你说对吧？印度公仆这么累，你说还有人在那找事，我觉得应该严查严办。7月1日凌晨3时，米什拉返回小区，你看看，发现车位被占用，且车上未留联系方式。首先我就要问一问了，这个米什拉。你为什么夜里3点回来？你一个牛马的，一个印度的叫首陀罗，人家沙地利9点45回来那是加班，你这夜里3点回来干啥？你这肯定是对吧？在哪儿就鬼混是吧？夜场回来恼羞成怒，看到车位被占用，且车上未留联系方式，米什拉将其越野车，你看看，沙地利公仆开的是个红色本田轿车，对吧？这个首陀罗居然开的是个越野车，你知道吧？越野车停在车位，咱是念印度的一个文学，咱们照着文本来聊，我们不聊那文本背后什么的，咱不知道，咱只聊文本，就像咱们聊《三国演义》一样的，咱聊文本。这《三国演义》历史是什么，咱也不知道，对不对？咱只是聊文本，文本上写的，咱们看看。聊文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文本它描写，它为什么这么写，它能不能自圆其说，它反映了什么东西。它背后意味着什么？咱们是聊这玩意儿，聊字，我不聊它真实的什么情况，咱也不知道，咱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搞明白，从这个点切入，你不要老想着到底发生什么了，那个扯不清了。所以我们就看这个米什拉一回来之后，把那越野车往沙地利公仆的红色本田轿车前一停，堵住帕特尔的车辆后离开现场，用了一个堵字。你看人帕特尔红色本田轿车晚上9点半回来是停入车位，不是占用车位，不是什么，人家是正经的是停入，进门的时候还登记了，对不对？那个看看多么彬彬有礼，这剽窃也剽得理直气壮，彬彬有礼，停入。结果你这个车主首陀罗米什拉居然把他的越野车堵在红色轿车前面，你说这叫什么行为？这个应该严办了。他离开现场，物业通过系统查询，发现该车辆留存的电话为错误号码后，通过交警热线求助，向发送移车短信。物业系统通过系统去查呀，你不是登记进来的吗？那肯定有电话，对不对？查这个电话，发现这电话打过去错误号码，这个说明我们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公仆不能把电话留在真的。这个沙地利是吧？你要把真电话一留，人家打电话给你送礼怎么办？求你办事，对不对？行贿怎么受得了？所以留个错误电话没毛病，留错误电话、错误邮箱、错误的地址，那都是公仆应该做的。你留正确的，万一人家给你寄钱怎么办？给你寄小海参。所以说这个没毛病，我一下有这个对这个沙地利这种敬佩油然而生。你看作风对吧？就从这儿抓起。后通过交警热线求助，向帕特尔发送移车短信。
交警给帕特尔发了移车短信。好，7月1日9时许，帕看到短信后下楼，发现车辆被堵。你看看这公仆昨天晚上加班加到9点45回来，这早上多睡一会儿吧，没毛病。有人有意见吗？人9点多这从电梯下来，准备开着车去上班，到公司到单位10点了，在路上早餐一吃是吧？在那在报纸一看就准备吃午饭了，没毛病对不对？再喝杯茶下去是吧？差不多就吃午饭了。人家9点多下来开车，卡着点的要去，结果一看见前面堵了一个红色越野车，这公仆居然没有发怒，没有说把车砸了，人家是很礼貌的，通过物业联系上米什拉及其妻子达斯，他不仅没有刁难，说让这个你手都罗，你赶紧回来把车挪走，限你3分钟之内，否则把你车给砸了。没有，人家帕特尔给达斯，就是那个米什拉的老婆啊，发了个道歉短信，还道歉了，称当天要去外地出差，需要后天才能返回孟买。我今天要出差，后天才返回。到这儿，一个非常有礼貌、彬彬有礼、一个高素质的印度的刹帝利、印度人民公仆形象，是不是跃然纸上？还跟人道歉了，还跟人说：“哎，我要出差，又去为印度人民服务去了，需要后天才能返回孟买。你别着急。”好，7月1日18时许，米什拉返回车位时，发现帕特尔并未移车，再次将越野车堵住帕特尔的车辆，要求帕特尔当面道歉后才考虑挪车。你说米什拉，他又把那个越野车把帕特尔车辆给堵上了。这是下午6点，还要求人家刹帝利要当面道歉，道歉完了之后他再挪车，这个是寻衅滋事，你把人车堵里面。7月1号啊，21时47分，帕特尔联系库马尔，这个库马尔是帕特尔的男友，1994年8月出生，孟买市体育局训练竞赛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库马尔驾车到达现场，并将车堵在米什拉车前。你看这个帕特尔的男朋友库马尔把车堵在米什拉车前面，人家米什拉是把自己的车放在自己的车位边上，我这没地方停着，我停我车位边上没毛病。你库马尔你把车你停我车前面，那才叫堵啊！停在这个米什拉这边越野车前面，那才叫堵，对不对？你车位不在这儿，对不对？这个米什拉的车位是在这儿，我停我车位边上，那叫这个印度官方说这叫堵。这印度文学，你把这两个堵混在一起都叫堵。这帕特尔那叫停在别人车位上，你说这怎么整？这不就跟剽窃是一个道理，说不清了。7月2日，因车辆仍被堵住，帕特尔再次报警，刹帝利报警了，再一次报警，说因帕特尔上班未到场，米什拉拒绝移车，并在其车位上安装了水泥立柱和 U 型管。这什么意思呢？不是，这中间还少了一个。晚上10点，这个帕特尔报警，双方发生口角。民警随后将该起纠纷反馈至社区处理。这个米什要求物业将帕特尔的车辆给锁住。7月1日19时许，物业联系帕特尔移车，否则会锁车处理，可以陪同他与米什尔协商。帕特尔称在外地出差（括弧这官方是括弧），实际在家中休息。你看这个官方文学就这样，帕特尔称在外地出差（括弧实际在家中休息）。这个一般的，如果一般的文学水平不高的，刀比例文字水平不高的，他在这儿肯定写帕特尔谎称在外地出差，实际上在家中休息。刀比例把它一改，你看把字稍微调整一下，它意思在，但是意思都有，但是你一般的这个，毕竟有好多是九漏鱼的，对不对？这其实好多不是九漏鱼的，是本科毕业的，他也分不清善恶，他也分不清这个什么抄选题，这个是不好的，是吧？看别人做什么他也做什么，这种毕竟你这弯道超车是吧？超习惯了，很多人认为这是超习惯了，这个他认为这是对的。他一面批评什么，批评咱们这个科技啊走捷径是吧？弯道超车，他一面又觉得抄选题不叫弯道超车，所以说这个叫精神分裂。很多文字水平不高的人，他肯定说帕特尔谎称在外地出差，实际在家中休息。你看人家这个印度文学水平高到什么程度？他这么一调整说帕特尔称在外地出差（括弧实际在家中休息），这个情节是不是一下就轻多了？是还是那么个是，对不对？没错，是还是那么个是。人家在家说自己不在家，
就这么个事。但是这么一表达是吧，立马就显得楚楚动人，觉得还挺可爱的，是不是？7月1日21时47分，帕特尔联系其男友，这个男友刚才介绍了，这个男友库马尔驾车到达小区，将车停在米什拉的车头前。大家可以去在网上找一找印度方面发的通告原文，他就这么写的，说库马尔驾车到达小区，将车停在米什尔的车头前。这不是堵，是停。这个到了沙地利，那人家把车停在这个手陀螺车前面，那就不叫堵了，是停。而你这个手陀螺把车停在你自己车库前面，那叫堵。你看这词儿用的，你不服是不行的。实际上，库马尔的这个行为激怒了米什拉呀。晚上10点，这个帕特尔报警，民警通知米什拉到现场后，双方发生口角。经警察协调，帕特尔当面道歉，并将车钥匙交给物业。民警要求米什拉移车，米什拉称车钥匙被其爱人带至外地，无法移车。后经核实，其爱人当时在自家店里（括弧）。民警随后将该起纠纷反馈至社区处理。你看这个也很有意思，这个手陀螺居然说他车钥匙在爱人那儿。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帕特尔啊，人家要休息了，因为晚上10点了，明天还要为印度人服务，是吧？所以说帕特尔当面因为他报警，也吵起来了，警察一来，帕特尔就给米什拉道了个歉，不好意思，对不起，就这意思。反正他这么说的，当面道歉，把你车钥匙丢给物业，我要上去休息了，你们先在这聊着，聊好了你帮我车挪一下，就这意思啊，把钥匙交给物业，我要休息了。好，民警就要求米什拉你挪车。这时候米什拉一看手陀螺看见沙地利走了，这人家上去休息了，狗腿子帮他处理，对不对？就让物业呗帮他挪车。所以手陀螺刁民的这种劲儿就上来了。他居然说他谎称，他说他车钥匙在他老婆那儿，老婆也出差了，没办法移车。你说对吧？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你一个手陀螺你出什么差？你又不是为印度人民服务，你出啥差？这也是生的年代好，你再早个几百年，你的门都出不了，你到哪儿有录影？你现在就感谢感激，你生在这个年代，你还出差？（括弧后经核实，其爱人当时在自家店内。）这个说法也有讲究，自家店内在哪里？反正是自家店内。但是这个自家店内在哪儿没说，又有刁民就说了，万一他的自家店不在孟买，在德里，那好，从孟买对吧，到德里，那他回来他坐飞机是不是？可不是出差吗？警察同志一看这是没完没了了，把纠纷就反馈给社区处理。一些人等他回来，把车一挪，你把这车挪出来，都是为印度人服务。好，7月2日10时17分，因车辆仍被堵住，帕特尔再次报警。你想帕特尔上班怎么一次比一次迟？上一次还是9点多，对不对？这回直接10点17分了。你这合着你早饭都不吃了，直接去泡杯茶就准备中午吃饭了。这个沙地利这生活还是不错的，相当宽松啊，自由。沙地利一看自己车还被堵着了，对不对？立马再次报警。民警联系米什拉，民警又联系米什拉以及物业抵达现场。因派特尔上班未到现场，人民公仆这时候等不及了，是吧？人家要上班，毕竟10点17分了，所以米什拉拒绝移车。你看这个又是不讲理了吧？人家要上班，人家走上班去了，你不移车干啥？人家警察同志、物业都在，对不对？人家沙地利要为印度人服务，人家服务去了，你懒不在，你不移车。而且这个刁民居然还说米什拉啊，他居然声称要将其车围堵7天。7月2日14日，米什拉在其车位上安装了水泥立柱。7月3日20时又加装了 U 型管，你看多可恶吧，堵住帕特尔的车辆，堵住。我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米什拉的这个刁民形象油然而生。你说这就是不讲理，你一个手陀螺，对不对？你老跟沙地利较什么劲？沙地利都是为印度人服务，在那你这人家去服务，千方百计的想办法服务，这么一个励志的沙地利，父母都是下岗职工，通过自己努力走上了快车道，肯定是服务周到，为印度人服务非常的出色，所以在快车道。完了之后，因为人家晚上加班回来晚，没地方停，在这停一下，那也是为印度人服务，都是为了印度人服务。结果你看这个刁民米什拉再三刁难，一而再再而三。
这个真是我看不下去。我觉得印度真的是沙地利是非常为印度人民服务啊，不跟他一般计较。警察的来了好几次，要是我跟你说，当场就把米什拉给铐走。你是寻衅滋事，你妨碍沙地利为印度人服务啊！所以说没把这个米什拉抓起来就已经是宽宏大量。结果这个米什拉一而再再而三得寸进尺，这对吧？这个真的是让人看了肺都气炸了。这个米什拉啊，这个刁民。好，官方通报说纠纷调解情况，第一次调解7月2日15时，东华社区德丰小区物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期间帕特尔未到现场，其父母代其当面向米什拉道歉，米什拉称不接受，要求派特尔及其男友到场向其当面道歉。此次调解未果，真的是不可理喻，真的是手头罗这个米什拉怎么这么刁民？人家是沙地利印度人民公仆，人家很忙的，对不对？人家去为印度人服务，他没有时间来派自己的代表，没毛病。你看看，所以说刁民这个米什拉，我看了我就特生气，真的是忍不了了。他非要派他自己来，人家国际上都流行派特使。你看，人特朗普都有特使，语西库什纳，还有这个亲家维特科夫，到哪儿去不这俩人吗？他代表特朗普，那人家特尔派自己父母来。不一样的，这代表派特尔，对不对？那无非就是派特尔官职小一点呗。特朗普是总统，派特尔是乡长、乡级干部，但是都是官，你不能不拿村长不当官，何况人家是乡长，是吧？都是官，人家就可以有代表，没毛病。那特朗普都有代表特使，人家这个派特尔乡长有自己的特使，没毛病。所以说米什拉就是个刁民，非要指定跟万斯谈判，你说这是不是啊？给脸了不就吃亏了吗？所以说印度刁民这一下，刁民的形象就更加这个强烈，他就是无事生非，就鸡蛋里挑骨头。那第二次调解7月3日16时，当地的警察局东华社区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仅派特尔的特使就是父母到场，警察同志通过电话联系米什拉，米什拉以店内工作繁忙为由拒绝到场。你说这不就是你那个手陀罗，你店里你有什么工作？今天让你有工作，明天就能让你关门，你还工作繁忙？你这真的不拿这个村长不当干部，你这是不拿乡长不当干部。他还说7月8日才有时间进行调解。你说人家沙地利是为人民服务，时间有卡着点了，你这手陀罗你居然卡着点。7月3号他说7月8号才有时间，你这什么意思？这不就是耽误时间吗？都是跟伊朗谈判学坏的。每一谅解备忘录是不是老是拖，搞个谅解备忘录后面还拖个60天，60天还能延长？我告诉你，就这些刁民天天看谁的节目，一天到晚看，学坏了，也不知道看的是正版的还是盗版的。我感觉应该是看盗版的，学坏了。他还7月3号他拖到7月8号，他是8号这个时间，你这是毛拉是吗？你以为你是朗子是吗？就这么拖，特朗普可不高兴了是不是？好，第三次调解7月6日11时，不说好了7月8号这些时间吗？好，那派特尔人家着急了，对不对？人家都心系群众是吧？人家马上就向警察局反映，希望尽快解决，不能在这拖了，尽快调解。那警察同志马上就跟这个米什拉沟通做工作。米什拉反馈，他就跟警察同志说，想单方面先反映情况就诉求，是吧？那什么意思啊？这不就是学朗子吗？学坏了，朗子动不动说我没谈判。那个巴基斯坦，我去巴基斯坦，我是跟巴基斯坦谈，我可没跟美国人谈，一个意思嘛，就是对吧？那巴基斯坦说我希望把双方叫到一起，是不是一起来谈？人家朗子说没有，可没有，拒绝否认，根本就没跟美国谈过。我单独跟斡旋方、跟巴基斯坦、跟穆尼尔是吧？跟谢里夫谈，是这样的。所以我说这个刁民就是学坏了啊，没事就天天看这些自媒体。那你说这自媒体他能不给他发个口罩吗？把人都教坏了。好，那米什拉他反映什么情况？当晚19时许，当地的警察局东华社区德丰小区物业一同接待了米什拉，那就相当于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土耳其他们一直组个团，把伊朗叫来了，不就是一个意思吗？是吧？把这个米什拉搞来了。好，这个朗子说了愿意和美国进行协调，这个米什拉也表示愿意和进行协调，一个意思，但是必须要派特拉及其男友库马尔到场。那这不就跟朗子要求这个不跟特使谈，我不跟维特科夫还有什么库什纳谈，我要跟万斯谈，这不就给脸了，对不对？你看
这刁民都是学坏了，开始各种刁难。那第3次调解又失败，所以说你看这个不，所以我总是举例子啊，美国和伊朗这事没那么容易。你说就一个印度的这2个首陀罗和沙地利之间的鸠占鹊巢这么个事情，调解多少次啊？第3次调解又失败，进入第4次调解。所以你说美国和伊朗这1-2个月能搞得完吗？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马上第4次调解，7月7号15时，当地街道、当地的法制办、警察局、司法所、东华社区，你看又扩大了啊！这回本来就是中东那么几个王爷国，跟巴基斯坦，现在又扩大到土耳其，扩大到什么埃及去了，扩大到印度，来的人越多又多了，以及孟买市体育局等单位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期间，派特尔再次当面派特尔再次，你看人民公仆首陀罗不是沙地利是再一次当面向米什拉首陀罗口头道歉。再一次啊，因派特尔男友库马尔未到现场，称不愿接受调解。你看，这太刁难了，刁民，这不就是胡搅蛮缠吗？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儿肯定是很气愤了，有的人已经坐不住了。你这不就是胡搅蛮缠吗？当晚19点，经多方劝解，米什拉同意先将 U 型管拆除，也就是美方同意解除围堵伊朗，一个意思，让红色本田轿车离开车位。同时，米什拉提出后续需要以书面、视频录像等形式道歉。你说这不就是那个朗子要求美国你先给我解冻资金，对吧？60亿先打到我账上，少1分都不行，我先给你配合你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这意思。但是你马上给我付60亿美金，后面还有3000亿给我等着。米什尔就这么要求了。米什尔前面要求派特尔要跟她男朋友要书面录像先道歉，道歉完之后要求派特尔的男友库马尔赔偿5万元捐给广西灾区。你这不是勒索了吗？这不是道德绑架吗？你凭什么让人家男朋友要赔偿5万呢？你这怎么叫赔偿5万呢？捐给广西灾区，他这么一写，我认为完全可以把这个米什拉给抓起来。他这不是敲诈了吗？妥妥的敲诈5万呢。虽然说是捐给这个灾区，但是你不对，那就是敲诈。那这次还没完，进入第5次调解。7月8日16时，孟买市体育局、当地的警察局分局、街道，这又升级了，牵头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至7月9日凌晨2时，双方认为达成一致。这个刁民真的是，你浪费多少公共资源呢？你让多少，对吧？沙地利把时间浪费在这儿，本来人家都要用在为印度人服务的，为印度人民服务，结果全在浪费在你这儿。你就为你一个刁民，那个人家就替你车位停一下，你就搞出这么多事出来。第5次还没有达成一致，那第6次调解7月10日16时，孟买市体育局和属地相关负责人，就孟买市的可能是相关负责人呢，就是孟买市副市长呗，这之类的出面了，组织双方进行调解。18时，双方达成和解。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终于签了，这也是谅解备忘录。派特尔以当面及书面形式向米什拉赔礼道歉，并给予补偿。没说补偿多少，是60亿美金还是120亿美金还是3000亿，他都没说，让大家猜去。那这补偿有没有捐给灾区呢？也不知道。最后的处理结果，根据调查情况，7月11日，孟买市体育局给予派特尔停职处理。这个我觉得有点过了，这么好的一个干部，对吧？励志，对吧？一直表现优异，然后都是，对吧？这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优秀的，就遇到这么一个刁民，然后给他停职处理，这个我觉得有点这个处罚过重啊，让刁民又赢了一回。纪检机关已对派特尔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下一步，孟买市体育局将深刻警醒，引以为戒，加强干部队伍教育管理。感谢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监督和帮助。孟买联合调查组2020年7月11日，这个我就是读了一下这个印度的这个一个情况通报吧。这个我觉得印度这个文学水平那是相当的，比那个咱们的4大名著《三国演义》那也高多了。这个你通过这个印度的这个情况通报，你读完之后你就发现，对吧？谁对谁错一目了然。印度的人民公仆，印度的沙地利蒙受不白之冤，是错怪了，是个好同志。
但是这个米什拉那绝对是个刁民，对吧？再三在里面鸡蛋里挑骨头，左右刁难。而印度的，对吧？相关有关部门一直克制，一直本着，对吧？这种公平、公正、公开，然后把这个责任给这个干部压实，都是干部的错。这个刁民都本来是可以把他进去，先给他关个7天，7天起，对不对？但是都没有。所以说这个米什拉呀，这个刁民就感恩、感谢、感激吧，赶紧，还有一个赶紧呢，赶紧感恩、感谢、感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对吧？把心眼子都用在这儿了，归安吧。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